孙悟空心性修行的方法是什么？答案是十爱因缘。他天生石猴，执着我的虚妄，这是无明；他打扰天宫，照着恶业，这是行；被压五行山下，神识受缚，这是识；500年身心煎熬，这是明摄。他6根健全，所措所受唯有痛苦，这是6入处受。他渴望解脱，厌苦求乐，这是爱。观音点化，他踏上取经路，这是取。西行路上打杀妖魔，再造清净善业，这是有。他证得斗战胜佛，获得新生，这是生。烦恼永尽，生死永亡，这是脑死秘境。十爱因缘出自《阿含经》，是佛陀揭示生命流转与解脱还灭的根本法则。孙悟空用一生证明，认清无明，转变阿取，再造有业，再造业有，便能超越生死。今天你的十爱因缘修到了哪一支？评论区聊一聊。